觀眾，毛澤東點解咁放心發動文化大革命呢？佢平日最警惕嘅係兩方面：一，邊個會打入嚟中國；二，點樣保持個紅色江山唔好變色，環顧東南西北。最大嘅敵人美國呢，就俾越南嘅戰爭拖住咗。日本投降之後，仲未有人有能力再侵略中國。蘇俄雖然交惡，但係赫魯曉夫三和一小嘅政策，相信唔會打入嚟。中印戰爭呢，亦已經結束。呢個戰爭根本上講唔上係戰事，因為當中國嘅軍隊嘅槍聲一響，印度嘅將領呢，就連鋪蓋都唔要，就紛紛逃走，剩低晒啲士兵個個都投晒降。仲要呢，中國嘅政府通知印度政府，唔該你翻嚟領翻晒你啲兵翻去，我哋冇咖喱俾佢食。咁剩翻落嚟呢，就係要擔心台灣會唔會乘機入嚟搗亂呢？因為過去3年困難時期，蔣介石都數十次派咗小股武裝力量翻嚟大陸號召起義。咁毛澤東同蔣介石咧傳聞喺文化大革命之前咧達成咗一個默契，因為喺1963年，周恩來咧就去咗南海嘅太平島執行咗一個特殊任務。太平島咧就係台灣喺南海裏邊唯一嘅一個島嶼。周恩來呢一次咧就係由中條部，即係情報部咧嘅部長羅清祥嘅陪同之下，聯同南海嘅艦隊司令坐驅逐艦去咗太平島。據講咧係會見咗蔣經國。根據周恩來嘅工作日程記事簿嘅跡象顯示，同埋局內人所寫嘅文件呢，呢一個傳聞應該係可靠嘅。果然10年之內文化大革命咁亂，蔣介石都冇派過一兵一卒過嚟。毛澤東喺1972年會見到訪嘅美國總統尼克遜嘅時候，亦都話台灣嘅事100年之後再算。文化大革命國內由工廠鬥到學校，由家庭鬥到機關，由中央鬥到地方，鬥人嘅咧亦都俾人鬥，最後邊個鬥邊個根本就搞唔清楚。一邊聽到年輕嘅人嗌口號，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另一邊一輪槍聲，全部都倒臥喺血泊當中。咁年輕嘅生命就咁就斷送咗，係為咗乜嘢呢？清華大學有一個紅衛兵喺天安門廣場嘅人民英雄紀念碑上邊留低咗4句話：寫不完的檢討，站不完的隊，受不完的懵逼，流不完的淚。文化大革命國內血淚成河，隔咗一條深圳河嘅香港又喺度做緊乜嘢呢？1967年，新蒲崗人造塑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引致警民衝突，咁政府就頒布宵禁。事件並未平息，群眾開始罷工、罷課、罷市，仲有人放置咗上面寫住同胞勿近嘅土製菠蘿。咁政府咧就頒布咗一連串嘅鎮壓法令，仲派出直升機運載咗大批軍警搜捕嗰啲非法分子。事件好快就延漫到沙頭角，沙頭角嘅居民呢就舉行大遊行示威，警民發生大衝突，引致流血事件，死咗51個人，傷咗800幾個人。國內嘅紅衛兵呢就聲援香港反英抗暴，不時傳出話中國要提前收返香港，一直至到周恩來帶住毛澤東滅火嘅命令親自去到廣州，指揮話一定要穩定香港，咁樣香港嘅左派呢先至偃旗息鼓。文化大革命係中國一場思想批判嘅大災難。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喺文匯報嗰度發表咗一篇文章，批判新編嘅歷史劇《海瑞罷官》。呢一出喺4年前全國上演嘅京劇，係由著名歷史學家吳晗根據真實嘅歷史人物改編而成嘅。文章認為海瑞罷官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嘅含義。不過文章嘅批判呢，就受到唔少人嘅反對。北京各大主要嘅報刊喺10幾日嚟都冇轉載到。1966年2月2日，江青受林彪嘅委託喺上海召開咗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全面否決新中國成立以嚟黨領導嘅文藝工作嘅成績，仲號召要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嘅社會主義革命。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咗著名嘅516通知，宣布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
全國嘅大專院校同中學呢陷入一片混亂，學校嘅領導被批鬥，行政同黨團組織亦完全癱瘓，連當年全國高校招生嘅計劃都被迫停止，一停呢就有6年咁長。波及全國嘅政治運動不斷升溫，中學生組成嘅紅衛兵成為呢一場運動嘅突擊力量，而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就頻頻出現喺校園，鼓動入世未深嘅學生造反。面對呢一個突如其來嘅文化大革命，除咗年輕人受影響，好多老幹部都覺得無所適從。66年8月1日，毛澤東召開嘅8屆11中全會進一步認同文化大革命嘅合法性。隨即毛澤東就寫咗一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嘅文章，指出中央有另外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矛頭直指鄧小平同劉少奇。文革嘅浪潮好快衝擊咗整個國家，全國各地嘅紅衛兵都湧到北京。當時嘅北京街頭隨處都見到有孭住袋嘅紅衛兵隊伍，呢種大串聯呢，成為咗全國大動亂嘅前奏。8月18日，毛澤東喺天安門廣場接見超過8萬個嚟自全國各地嘅紅衛兵。當時每個紅衛兵見到毛主席都心情興奮，呢一種激動嘅情緒呢，好快就令到全國陷入混亂嘅狀態。到咗第2日，接近30萬個紅衛兵衝向北京每個角落，破四舊嘅行動好快就波及全國。當時每個路牌都被改成同革命有關嘅名稱。1967年元旦，《人民日報》同《紅旗》雜誌聯合發表咗元旦社論，宣布呢一年將係全國展開階級鬥爭嘅一年。3日之後，階級鬥爭嘅風暴首先席捲上海。喺張春橋、姚文元同王洪文嘅策劃同指揮下呢，發動著名嘅1月風暴，造反派奪取咗上海市委同市政府嘅黨政大權，建立咗所謂上海人民公社。後嚟經過毛澤東嘅指示之後呢，就改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當時除咗台灣之外，全國各地都建立革命委員會，實現咗佢哋嘅口號：祖國山河一片紅。到咗7月中，造反派更加衝到國務院嘅所在地中南海西門之外，掛起過百個高音嘅喇叭，日夜唔停咁大呼小叫，嚴重干擾咗中央嘅正常工作，開始對國家主席劉少奇進行批鬥。1968年嘅冬天，每日都有好多即將去農村嘅紅衛兵去到天安門廣場，向毛主席嘅畫像宣誓，成為知識青年。1968年到78年呢10年裏邊嘅時間，全國總共有1700萬咁多嘅初高中畢業生上山下鄉。呢一次空前嘅人口遷移，改變咗新中國幾代人嘅命運。知青喺非常艱苦嘅條件底下為農村建設，特別喺邊疆開發嘅工作作出咗寶貴嘅貢獻。不過喺好多年之後，一啲老三屆出身嘅作家都將呢一段特殊嘅歷史稱為蹉跎歲月。喺文化大革命當中，周恩來經常擔當緩衝嘅角色，但係周恩來畢竟唔係猿人，喺尖銳嘅政治鬥爭當中，佢亦都曾經振臂高呼向江青同志學習。但係最令人哋難以理解嘅就係周恩來明知道佢工作咗幾十年嘅好朋友係含冤入獄、妻離子散，毛澤東都話搞錯咗啦，但係周恩來就冇安排放人，仲讓呢一啲病重傷殘嘅人留喺監獄裏邊，經歷咗好多年嘅磨折。咁周恩來究竟係一個亂世嘅奸雄呢，還是係一個偉大嘅政治家？唔管喺邊一個角度去睇，周恩來都係毛澤東路線嘅最忠實嘅執行者。周恩來臨死之前，佢最後一次見到毛澤東，佢帶去嘅並唔係乜嘢軍機要聞，而係一張報紙，上邊有一則啟事，
刊登咗武豪脫黨嘅聲明。武豪係周恩來喺內戰期間用嘅另外一個名。佢請毛澤東再次確認一次，呢一則聲明唔係真嘅，係國民黨偽造嚟陷害佢嘅啫。咁毛澤東就順應咗周恩來嘅心願，周恩來呢就黯然逝世。呢個時候係1976年嘅1月，跟住中國嘅紅軍之父朱德亦都與世長辭。唐山呢就發生大地震，死咗20幾萬人。迷信嘅人呢就話呢啲係皇帝駕崩嘅先兆。毛澤東喺9月份秋收起義紀念日嗰日，度過咗佢人生最後嘅一個黃昏，國家嘅大權就交低咗俾華國鋒。華國鋒雖然坐喺中共嘅最高權位上邊不過3年，但係華國鋒嘅出現呢，使到中共嘅政權非常戲劇化咁樣，從極左轉到去極右。局內人呢就咁樣評華國鋒，話佢根本從來都冇問鼎中原嘅野心。但係套用毛澤東自己嘅說話，想當嘅呢唔能夠當，唔想當嘅呢卻能夠當。咁就將呢一個軍政大權嘅寶鼎呢，又交咗俾華國鋒，仲同佢咧安排咗鼎足而三嘅班子添。毛澤東呢就將4人幫為首嘅左派作為鼎嘅一隻腳，右派呢就以葉劍英為首。咁葉劍英呢本來呢就唔當呢個右派嘅首領嘅，因為毛澤東係意屬鄧小平。不過毛澤東知道佢死咗之後，4人幫就鬥唔過鄧小平，華國鋒呢亦都駕馭唔到佢。咁佢臨死之前呢就話鄧小平係紀念周恩來4·5事件嘅搞手，將佢最後一次拉咗落台。然後佢知道左派同右派邊個都唔會服邊個，誰也消滅不了誰。咁樣你咬嚟我咬去，華國鋒呢應該憑住佢第3隻鼎嘅腳，就係汪東興同埋陳錫聯掌握嘅軍機安全同埋軍隊，咁就可以坐穩佢嘅江山。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毛澤東佢自己百密一疏，冇諗到華國鋒到底唔係毛澤東。佢發嘅呢副牌，華國鋒根本就唔識打。毛澤東死咗之後，華國鋒呢對張牙舞爪嘅左派呢就警惕有餘，對老謀深算嘅右派呢又估計不足。咁樣佢就用汪東興發出咗一張宮廷政變嘅牌啦。汪東興如臨軍在手，唔使3兩下手勢就將4人幫一網打盡。咁華國鋒等於就打斷咗自己用嚟平衡嘅鼎嘅一隻腳。咁右派咧當然係喜從天降啦。咁葉劍英咧即刻就勸華國鋒起用鄧小平。華國鋒咧係文革出身嘅，佢竟然咧唔聽政治局裏邊大批嘅左派政治委員嘅說話，就聽葉劍英嘅。葉劍英咧根本係冇用到非常手段，淨係君子之言，咁樣應該係話創造咗一次民主政變嘅奇蹟，就打破咗共產黨歷來政治鬥爭嘅傳統。華國鋒咧以為聽葉劍英嘅說話，放咗鄧小平，佢哋一定會好感激。咁鄧小平咧就嗱嗱聲就寫咗一份檢討，就話永不翻案，同時咧就係堅決擁護以華國鋒為首嘅黨中央。華國鋒以為鄧小平同葉劍英就會為佢抬轎，呢啲喺政治上咁天真爛漫，喺歷史上真係好少見。咁樣華國鋒就等於將自己嘅鼎嘅另外一隻腳咧又打斷埋。鄧小平一出山，華國鋒落台就指日可待。文革時期，鄧小平同好多人一樣受過批判，大家亦要過住一啲單調乏味嘅生活。當時嘅樣板戲呢，就係人民唯一可以欣賞嘅戲劇。另外，為咗傳達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人民喺半夜三更時時都會被嗰啲遊行隊伍嘅鑼鼓聲同埋鞭炮聲嘈醒嘅。經歷過嗰個年代嘅人嚟講呢，印象最深嘅係一本叫做《紅寶書》嘅小冊子。根據報道，喺文革最初幾年，國內外出版嘅毛主席語錄超過50億冊。按當時嘅世界人口嚟計算，平均每人就有1.5本毛語錄。文革初期係新中國歷史上國民經濟狀況最差、工農業總產值最低嘅時期。當時就有好多人被撤銷戶口，大批幹部、專家同埋學者呢
都被下放到專門改造幹部嘅幹校，做一啲體力勞動嘅工作。文化大革命後期，最高嘅領導層竟然發生咗一件震撼嘅大事。1971年9月12日凌晨，毛澤東嘅指定接班人林彪就墜機身亡。中央公布林彪嘅死因係因為奪權失敗，坐飛機逃走，喺蒙古嘅溫都爾汗發生意外，但就未曾出示林彪嘅罪證。到目前為止，林彪之死都係一個謎。而喺千里之外嘅江西新建，已經勞動咗2年嘅鄧小平夫婦獲批准去聽取中央傳達文件。呢次係鄧小平被打倒以嚟首次可以享受嘅政治待遇。當佢知道林彪已經死咗，鄧小平淨係講咗8個字：林彪不死，天理不容。1972年，出乎人們意料之外，毛澤東就出席咗陳毅嘅追悼會。陳毅曾經批評過文革，而家毛澤東就讚佢，話陳毅係一個好同志，並表示鄧小平嘅問題係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毛澤東呢種嘅示意已經為鄧小平再次復出而鋪路。1973年4月12日，周恩來為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舉行宴會，沉寂咗6年嘅鄧小平首次出現喺人民大會堂，意味住佢已經翻嚟中國政壇嘅前台。當時鄧小平嘅復出就成為一件國際嘅大新聞。1975年9月7日，周恩來公開表示，佢而家已經唔能夠工作啦，主持國務院嘅工作可以全面咁樣交俾鄧小平。呢一刻，周恩來似乎為自己越嚟越差嘅身體交代後事。1976年1月8日，一直為中國鞠躬盡瘁嘅周恩來終於離開人世。當時大約有200萬人嚟自全國各地嘅人民去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呢一場大規模嘅悼念活動令到四人幫非常震驚。喺江青為首嘅左派影響之下，4.5事件被定為反革命事件，鄧小平被指係呢一次事件嘅總後台，被撤銷黨內外一切嘅職務。毛澤東從來都唔將鄧小平整到唔翻得身，因為毛澤東呢個人恩怨好分明。佢成日記得喺蘇區佢自己被奪權嘅時候係同鄧小平一齊被人打倒嘅。繼總理周恩來病逝之後，7月6日開國元勳，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亦離開人世。跟住喺9月9日，毛澤東與世長辭，華國鋒就決定喺天安門建紀念館，放置毛澤東嘅遺體俾人民瞻仰。呢個決定係有違毛澤東生前話：我死咗之後要將啲骨灰灑喺海嗰度餵魚，因為要報答佢哋俾我食咗咁多。1個月之後，中國嘅局勢又出現咗變化。10月6日，文革時期嘅四人幫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先後就俾中央警衛部隊逮捕。消息傳出咗之後，舉國上下都歡天喜地。北京150萬軍民舉行大型嘅慶祝活動。講到鄧小平就必須提打麻雀，因為佢平生最中意打麻雀。佢自己話俾人哋聽，喺要求加入共產黨嘅時候人哋就話你要入黨就唔可以打麻雀，因為打麻雀係舊社會嘅壞東西。咁佢就即刻話：咁我唔打麻雀啦。但係佢心裏邊諗：我入咗黨之後再打。咁而家華國鋒放咗佢出嚟佢就用入咗黨再打麻雀嘅方法嚟對待華國鋒。鄧小平太知道，如果要掌握大權，就必須控制軍隊同埋奪下御林軍。咁佢就請出咗大將羅瑞卿。羅瑞卿喺長征嘅時候就已經負責保衛毛澤東。一解放入城，毛澤東就叫佢組織中央嘅警衛團。咁呢一支8341嘅部隊就淨係聽令於毛澤東嘅啫，就唔受軍隊嘅編制。
中國嘅軍隊咧非常之講究排資論輩，咁而家鄧小平就等於請咗八三四一嘅祖師爺出嚟，汪東興咧就唯有乖乖地將支御林軍交翻出嚟。羅瑞卿同時出任軍委秘書長，咁就等於奪下咗陳錫聯嘅軍隊嘅常務啦。咁華國鋒呢，自己嘅頂嘅第三隻腳咧都被打斷埋，就變成無兵司令，唔退都要退啦。咁佢自動請辭，退位讓賢。鄧小平呢就坐正呢把交椅，而家咧又可以重新打麻雀啦。